做回干细胞的移植，也就是俗称的骨髓移植，大部分拢是运用伫血液相关的炎症。为了让更较侪民众会使了解到做回干细胞的移植，成大病院特别召开记者会，将团队的努力成果做发表。加上这几年来移植的技术进步，除了让成功率提升，也让移植的年龄会使扩大。对此，医生强调，民众如果有相关的需求，拢会使来进行评估，提早来治疗。我想最近几年在这个干细胞移植这个领域呢，其实有相当一个进步哈。其中一个重要的发展，当然就是过去当然都只有局限一些年纪比较轻的病患才能接受做干细胞移植哈。那现在我们能够在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也都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些移植哈。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那第二个呢，就是过去我们都做这个移植呢，大部分都必须要找到白血球抗原呢，说 HLA 完全相合的这样的一个捐赠者才能做移植。那最近几年呢，这个所谓的 HLA 半相合的捐赠者的来做移植呢，事实上有一个相当的一个成熟的一个发展，而且呢，这个治疗的成功率事实上也相当不错哈，所以让这个很多病患呢，尤其在现在这个少子化这个年代呢，都能够找到这个更快，而且呢有更高的一个机会能够找到适合的捐赠者来做移植。记者会会中，除了医疗团队共同参与，一位上少年甲另外一位65岁接受移植的患者甲家属，也拢共同出席，感谢医疗团队的努力。讲要安怎我安怎拢随在伊啦，信任伊就对啦，算信任伊啦，安尼啦，哦，茫惊遐啦，无要安怎家己无法度出去国外食草药啊，啉可可你无效啦，应该是伫咱台南是应该是上优秀的，应该是啦。那做父母的当然是相当难过，看着姐姐受苦，然后弟弟又需要他的干细胞，要不是陈医师的这些医疗团队，还有这些细心又贴心的护理师们的帮助。根据研究显示，做回干细胞的移植，愈早接受就效果愈好。对此，医疗团队也呼吁民众爱接受正规的治疗，莫延误来就医。台湾新闻郭博义、何乔邦采访报道。